Hello，大家，我係雷叔。樂活人生係由雷叔的退休生活出品。呢個系列講嘅唔止係退休，仲係人生後半場嘅感情、健康同覺醒。今日想傾嘅話題係點解老實人總係最攰？你有冇發覺喺每個公司、每個部門，總有一個人唔識推、唔識講價、唔識拒絕。開會時永遠係最後發聲，同事有事就揾佢幫手，老細交代嘅嘢佢都會默默照做。呢啲人，我哋叫佢做老實人。老實人唔係冇腦，佢哋係太清楚，拒絕會令場面難睇，爭取會令關係尷尬，於是寧願辛苦自己，換取表面和平。但代價係越老實越攰。第一，老實點解會咁攰？老實人其實最唔老實嘅地方，係對自己唔老實。明明唔想做，話冇問題；明明唔得閒，話得啦我幫手；明明唔開心，話冇嘢啊。呢種習慣就好似喺心入面安裝咗個自動順從系統，只要別人一出聲，你就自動應承。但久而久之，呢個系統會令你身心透支。老實人最攰嘅唔係工作量，而係心理負擔。因為你每一次答應，其實都係壓抑緊自己。你唔敢講唔得，因為驚人哋話你唔合群、唔上進、冇團隊精神。但內心深處，你知自己已經開始唔快樂。第二，點解老實人咁難改變？因為老實人心底有兩個信念陷阱：一係我做好啲，人哋就會明白我；二係我唔想麻煩人，自己頂就算。但現實係，別人未必會明白你，反而會習慣你好講說話，易話為。慢慢，你嘅付出變成理所當然。有時你一拒絕，對方仲會覺得，咦？點解你今日好似變咗個人咁？呢種落差好似深，所以好多老實人寧願繼續沉默，繼續俾人以為佢冇意見。但沉默嘅代價係你越嚟越冇存在感。我記得有個朋友同我講：雷叔，我日日都準時返工，準時交功課，但升職嗰個永遠唔係我。我問佢：你有冇試過講自己想要啲乜？佢諗咗一陣，講呢啲會唔會太貪心？你睇，呢個就係老實人嘅枷鎖，以為忍耐係美德，其實係對自己嘅不公。第三，老實唔等於冇原則。我唔係叫大家變奸變滑，老實本身係一種好質素，只不過要有底線。老實人要學識嘅第一課就係做好人，但唔做濫好人。幫人之前問一問自己，呢件事幫完，對方會學到啲乜？定係只係令佢下次更加依賴你？真正嘅幫助係令對方成長，而唔係令你自己成日幫到冇氣。同時，老實人要學識講 no。講 no 唔代表你壞，而係你清楚自己嘅時間同能量要放喺邊。一個識拒絕嘅人，先可以長期付出，因為佢冇掏空自己。第四，老實人都要學識放下內疚。老實人拒絕人之後，最辛苦嘅係內疚感，佢哋會喺心入面不斷循環。會唔會佢覺得我唔夠義氣？下次佢唔揾我點算？其實呢啲都係一種自我懲罰。記住一句，人哋會點諗你，唔係你可以控制嘅，但你點對自己，先係你嘅選擇。學識放下被誤會嘅恐懼，因為誤會係人生常態。而你嘅誠懇，時間會幫你講。有時
人哋未必記得你幫過幾多次，但你一定要記得，你嘅心態值唔值得你咁辛苦。小故事加研究，有心理學研究講過，喺團隊入面，越願意合作嘅人，壓力水平反而越高，因為佢哋經常壓抑情緒，迎合期望，長期之下容易出現情緒倦怠 （burnout）。我有個舊同事阿文，好典型嘅老實人，公司加班佢唔敢講，代班又唔拒絕，最後搞到身體出問題。有一日我問佢：你咁撐落去為咗乜？佢苦笑：唔知啊，可能唔想俾人覺得我懶啩。我話：你唔懶，但你太唔珍惜自己。之後佢慢慢學識分輕重，唔係每個請求都要答應，唔係每個責任都要攬晒，反而當佢學識講 no，人哋反而開始尊重佢，因為界線先係一個人嘅價值。結尾總結：老實唔等於冇智慧，老實嘅人只要多加覺察，學識保護自己嘅心力，就可以喺社會入面行得更遠。記住，你嘅善良要有界線，你嘅真誠要配理智，做個有溫度、有立場嘅老實人，先係真正嘅成熟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唔該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分享俾朋友，一齊活得自在，做自己，開心啲，睇開啲，樂活人生。我係雷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